嚟到香港住啦，一途咧都要入鄉隨俗，限定楊枝甘露同薑汁撞奶，野人先生咧都變成糖水專家。佢哋嘅手店咧開喺銅鑼灣利舞廣場呢邊，一樓位置嘅 counter 咧好醒目，依然係每日現做嘅冰淇淋。除咗招牌口味之外，今次專登嚟試下兩款限定口味。佢哋嘅冰淇淋咧一向都有拉絲感，而且尖尖嘅形狀咧都係標誌性。薑汁撞奶咧唔會特別辛辣，比較清爽。佢聞起身咧就有淡淡嘅薑味，慢慢嗒咧就有奶香味出嚟。哇！呢個真係好奶香，但係佢嘅辣咧唔會話好辛辣嗰種嘅啫。因為你平時薑撞奶咧唔可以凍食嘅，佢做成雪糕之後彌補咗薑撞奶唔可以凍食嘅遺憾。層次感豐富，而且調味都唔錯。另一款楊枝甘露用嘅係大米冰淇淋做基底，所以係同時有米香、芒果香。係鮮芒果做嘅，嚼落咧又有椰乳嘅清甜，芒果同西柚粒咧酸酸地咧好清爽。整體風味咧我個人比較中意。佢哋今日咧有買一送一嘅活動，聽日咧仲有第二份半價，所以我推薦訂多兩款口味咧俾大家參考。開心果表面咧會灑滿開心果碎，稍微滲多少少。濃郁度咧我好中意，食起身咧好鹹香，每次咧我都可以自己食完一個。但係如果中意食榴蓮嘅話咧，好推薦試下佢哋，好似食緊金枕頭咁樣樣，好濃郁但唔會好甜。而且佢哋價格咧嚟到香港咧都唔會話貴好多。到咗10號咧買滿88蚊，仲有帆布袋贈送。大家路過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嚟試下。好啦，今期分享咧就到呢度，下期再見啦。